再来看北检侦办罢免的坐假人士，进前约谈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立金等人，党主席朱立伦甲民众嘛伫地检署外口的禁制区抗议，涉违法集会。法务部长陈明谦是表示讲，北检一定会侦办咯。在野党是质疑讲，内政部长刘世芳指挥办案。陈明谦是表示讲，这伊无法度代替回答。罢免人数进一日前，最近刷假日做个丰富。那双北高雄等地霸团连续遭到检举侦办，进前基隆地检署侦办罢免国民党立委林百祥连署书涉嫌伪造案，说是透早6点到连署人徛街去市门铃，被质疑扰民。法务部长陈明谦的回应，说可引起争议。这是属于合法的一个行为。考虑到基隆的特殊性，因为基隆的民众绝大部分都在外地的一个工作，所以我们避免就是说，那个被传唤的对象那个说还要再跑一趟，所以我们就专人的送达来。他叫专人送达哦，你看连主席主席都害逃啊啦。那已经都大家就准备要上班的时间了部长，你真的确定哦？部长，所以需要早上6点去送。我觉得这句话蛮不妥。6点半以后，6点半。我觉得这很不妥，讲这句话很不妥。进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带人到北检社员，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女金如，随后内政部长刘世芳要求警政署甲台北市警局严正执法，强调警方会传唤朱立伦等人，外界质疑刘世芳解释过限。不过，伊搬出集会有刑法的主管机关就是内政部，也引起在野质疑。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谁可以指挥警察办案？检察官。检察官嘛，内政部部长不是司法警察官，他不能够指挥警察办案。那我现在看不懂了，凭什么刘世芳去指挥？要先传唤首谋朱立伦、谢龙介、杨志宇。这个是刘部长在其他委员会的一个是，那这个我没有办法带他回答这个问题。陈明谦低调回应，敢若表示针对地检署外口牵涉的违法抗议，协区警方已经报请北检来指挥，分下一案侦办当中。黄女金如进前被无报请回，不过北检不服，支持提起控告，指证伊犯罪嫌疑重大，有羁押的必要。台湾高等法院上禁自杀的裁定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